上次講起，唔好第一次見到商業上嘅新朋友就介紹你有幾個專業，咁樣只會令人失去焦點，唔知道你真正做乜。但如果你真係有幾個專業，而且都做得非常好，又或者你係代表一個集團，後面有多範成功嘅業務，咁樣點至可以等人哋對你每一範業務都認識呢？其實所做嘅都係一樣，先喺你咁多嘅行業當中揀呢一個自己最專業嘅，或者利潤最高嘅，又或者受眾人群最多嘅，揀出嚟做你同人第一次介紹嘅專業啦。例如你本身係一個平面設計師，但係又係一個專業古董家具修復師，喺咁個情況，你可以先用平面設計師做介紹。畢竟市場需要平面設計服務嘅人應該遠多於古董家具修復。但可能對於你嚟講，古董家具修復係非常賺錢嘅行業，平面設計雖然生意多，但係利潤薄。咁你可以用古董家具修復做你同人介紹嘅專業。重要嘅係你一定要喺其他人心目中先打穩一個專業，再去介紹你其他嘅專業。你可能以為你成日都同人講你自己嘅專業，應該好多人都知道你做緊咩㗎啦。但係相信我，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你提供嘅專業服務同細節，能夠叫得出你做邊行都已經好好㗎啦。事實上，要將你嘅專業打喺人哋嘅腦海裏邊，隨時都要1年半載㗎。要將你嘅形象打入人心，唔止包括你口所講嘅，仲包括你所交付嘅服務同埋產品。別人對你嘅口碑，經過一段時間，人哋先至會開始了解你嘅專業同埋為人。但到別人真正建立對你嘅了解同埋信任，一切就會變得快好多。人哋就會開始接受你所講嘅其他服務，並且好快會相信你所講嘅一切。畢竟佢哋睇到你過去1年嘅表現，清楚你嘅為人。呢種先慢後快，長期專注做好一個點，只係有價值人物嘅真正建立。你又認唔認同呢？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人物心法。